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鄭仲彩。截至到今朝早大約係6點鐘嘅時候咧，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22至到24度之間嘅。咁如果睇翻啲風場預報，我哋可以見到啊，廣東沿岸地區嚟講係受到一啲東北季候風影響㗎，咁所以天氣都較為乾燥一啲㗎。咁如果睇翻一啲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可以見到今朝早較早時分嚟講咧，都有啲雲層咧係覆蓋到香港㗎，咁所以咧朝頭早嚟講咧都有機會係見到比較多雲嘅情況。不過咧預料去到日間咧就會係變得係大致天晴啦。咁要再睇翻遠少少啊，我哋可以見到喺菲律賓附近咧，其實咧係有一個熱帶氣旋喺度㗎，佢咧就係強颱風鳳凰啦。咁因為咧強颱風鳳凰咧已經係進入咧本港嘅800公里範圍，所以天文台咧會喺中午後咧係發出1號戒備信號㗎。大家要記住留意最新嘅天氣資訊。咁而預料咧鳳凰嘅預測路徑嚟講咧，佢喺進入咧南海之後咧，會喺南海嘅東北部咧係轉向一個偏北嘅方向移動㗎。咁天文台咧會視乎佢嘅強度變化同香港嘅距離，同埋咧本地風力嘅情況咧，考慮喺聽日嚟講需唔需要係發出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。咁如果咧睇翻佢之後嘅移動方向嚟講，佢就會係吹向咧呢個台灣一帶，並且咧係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咧，而係逐漸減弱㗎。睇翻今日咧詳細嘅天氣預測方面咧，就會係早晚部分時間多雲，日間咧會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最高氣温方面咧會去到接近28度，風方面咧會係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，稍後咧離岸同埋高地咧會吹強風添㗎，而且海咧會有湧浪㗎，大家要記住遠離岸邊啊！咁咧，如果睇翻一啲展望方面咧，喺嚟緊嘅聽日同埋後日嚟講啊，仍然都係海有湧浪嘅情況，而且咧風勢頗大㗎。咁咧天氣亦都會係稍涼一啲，去到咧星期四嘅早上嚟講咧，會去到接近20度。咁咧去到本週嘅後期嚟講咧，就會係變得部分時間有陽光啦。呢節嘅天氣咧，我哋就睇到呢一度，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，再見。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呢節早晨報道完啦。